請注意，此影片含粗俗用語，不適宜兒童及易打難症人士觀看。呢樣食一忽，嗰樣食一忽就嗌飽，轉頭見到甜嘢又好好胃口，唔通女仔真係有第二個胃？我哋身體有兩種荷爾蒙，一種叫飢餓素，另一種叫瘦素。個胃空溜溜嗰陣，會整多啲飢餓素出嚟，叫你去食嘢。食夠就到瘦素出場話你知，夠啦，停手啦。但係喺大腦嘅立場睇，飽又未必等於滿足㗎喎。大家都聽過多巴胺㗎啦嗬，平時俾人讚食到正嘢嗰陣，大腦都會逼啲多巴胺出嚟，唔止令你越嚟越嗨，仲會猛叫唔好停。話佢代表開心興奮，不如話佢係逼你去尋開心嘅恐怖分子。啲人會嗨嘢嗨唔停，你會碌電話碌到天荒地老，都可以賴落去度。如果飽唔飽係一個 app， 大腦入邊仲行緊另一個 app 叫嗨唔嗨，兩個 app 唔使你撳都長期自動 run 噶啦。撳入嗨唔嗨嗰個 app 睇佢點 run， 食正餐嗰陣啲多巴胺會好似條好 peaceful 嘅河咁慢慢流出嚟，唔係話唔滿足，但係唔夠刺激，冇乜爆炸感咯。甜品俾到你嘅多巴胺就唔同啦，嗰種爆水渠咁嘅澎湃感，冚冚聲之餘仲好撚刺激。就算未食，只係眼尾睄到件蛋糕，甚至諗起蛋糕兩隻字，多巴胺就會出場，挾持你兜過飽唔飽嗰個 app 去諗食唔食。真係唔係我為食啊，我做咗人質咋。如果個腦下下都俾反應呢個世界，你未嗨死就已經嚇撚死。為咗將注意力集中揾啲有益嘅新嘢，或者發現潛在嘅危險上邊，我哋個腦會自動執行感覺適應。入公廁嗰下好撚臭，屙完篤尿好似冇咁難頂，唔係因為個空氣清新劑吱吱，係因為感覺適應啫。同一道理，當啖啖都係同一種味，相應嘅味蕾會越食越鈍。你未覺得悶，個腦已經嫌緊冇新意。正餐之後出現嘅甜品就好似溫泉隔離個冷泉一樣，未跳落去已經想像到嗰種冰火交融嘅爽快感。呢種突如其來嘅反差同刺激，正正係大腦最中意嗰味。你以為你食唔落咩？個腦嗌緊 encore 啊！咁講嘅話，似乎作為人就好難抗拒甜品。曾經有人做過研究，如果要揀 comfort food 嘅話，男仔偏好嗰啲切正餐嘅嘢，例如 pizza 啊、意粉之類。女仔心目中嘅好多時都係啲甜味嘅零食，好似雪糕、朱古力果挺。點解甜品喺女仔心目中會特別加分嘅呢？除咗飽唔飽同嗨唔嗨之外，大腦入邊仲有另一個 app 叫 calm 唔 calm。喺男仔身上呢個 app 會行得穩定啲，又有效率啲。女仔嗰個就嘟嘟地 ，M 到嗰陣仲要再柒啲添。呢個 app 入邊嘅主要角色叫血清素，想個 app 行得順啲，身體就要整多啲血清素出嚟。因為本身calm唔 calm 行得順，食甜嘢得到個雞碎咁多血清素，對男仔嚟講冇乜作為，但係女仔個腦就當係寶。M 到特別想食甜嘢，原來好撚理性噶。另外，科學家都發現，身體入邊睾酮濃度越高，對甜味敏感度就越低。同時，甜味可以俾到大腦嘅刺激都會越少。又即係話，啲甜嘢食落都冇咁嗨咁解。睾酮雖然男女都有，但係男仔嘅睾酮濃度大約係女仔嘅10至20倍，所以男女對甜味嘅反應唔一樣。我終於知道點解滑嘟嘟可以一次過拍晒成桶 Oreo 都唔使飲水啦。你可以想象同一首歌，女仔喺紅館現場聽，男仔只係聽到偷錄翻嚟嘅低清 mono 版。唔係佢哋唔識食，只係男仔點食都 get 唔到女仔講嗰隻好食咋。有啲理論仲追到去遠古時代，話當時女嘅負責摘下生果生下仔，專食好似生果嗰啲易搵易消化又易儲肥自己嘅甜嘢。男嘅通常負責狩獵，食多啲襟飽啲嘅嘢，好似肉咁先至夠力又捱得耐。一路傳到落嚟，呢啲原始基因都仲喺度。你又覺得男女口味唔同關唔關事呢？如果追到遠古時代講，面對壓力嗰陣，女仔大腦通常會處理咗calm唔calm嗰類 app 先。食甜嘢係其中一個大腦認可嘅處理方法，而男仔行嘅係狩獵貓。
壓力就好似係打獵撞到怪獸咁，個腦諗點樣貪之前，梗係諗點樣唔使死先啦。呢個時候儲夠能量打怪獸，比起食件靚棘開心翻，對佢哋嚟講更加重要。比起甜品，佢哋個腦更加想食嗰啲高蛋白、高脂肪、能量密集型嘅嘢，即係啖啖肉嘅炸雞、牛扒之類。戲入邊嗰啲因為失戀成棟家庭裝雪糕隊嘅90%都係女角，原來唔係純粹刻板印象，用科學定歷史都講得通㗎喎。想食甜品，除咗係大腦嘅旨意，仲同文化好有關係。初代嘅甜品好多時只會喺宮廷出現，又或者拎嚟供奉神明用，因為提煉困難，產量又唔多，仲要唔係周圍都種到用嚟提煉糖嘅甘蔗。糖喺好多地方曾經都係奢侈品嚟，啲貴族會喺請客嗰陣臨尾上到甜品，作為一餐嘅高潮之餘，仲可以晒下命。一路到工業革命，隨手就整到成座山咁多嘅精製糖之後，甜品先真正平民化。我哋啲庶民下午茶攤件餅，飯後拍件蛋糕，其實都係抄以前啲貴族㗎咋。如果要講甜品點樣由神明專用演變到今時今日嘅打卡道具，真係有撚排講。不過唔使咁深入研究都知，細路乖要請佢食糖，生日要切蛋糕，嫁女要派餅等等。甜品等於幸福、開心、獎勵呢啲印象，可以話係幾千年前開始世世代代洗腦咁洗出嚟。成日話糖好似毒品，但係你又想唔想像到呢個世界冇咗甜品有幾灰呢？如果你以為下午茶一直都係女仔先識嘆就錯啦。一開始茶會係男女都會出席嘅貴族活動嚟，當時食甜品就好似舊時啲人魚翅撈飯咁，係件好有 face 嘅事，冇人會覺得你唔夠 man。去到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，社會開始越嚟越性別分工，男歸男玩，女歸女玩。啲男人去晒隊酒食雪茄，班女就將呢啲茶會越搞越女性化。啲餅賣相越整越辣，台面越擺就越多花。啲港女三層架都係嗰陣先出現嘅啫。到今時今日，甜品歸埋女人嘅嗰邊，比起女仔生理上對甜品嘅偏好，根源好似同文化歷史關係大啲啫。天生對甜嘢有癖好，荷爾蒙唔放過你，個腦仲周不時 cosplay 恐怖分子，就係咁，女仔生咗第二個胃出嚟啦。我哋食甜品唔止因為為食，好多時係大腦作怪，有時甚至賴落祖先度都得。就算你真係生咗2個胃出嚟，都唔過分啦，牛都有4個啦，嘻嘻。